下午我買第一套房，啱陪客戶辦完手續，冇諗到我俾呢個客戶上咗課，搞到我其實都有啲自我懷疑咧。諗，我都係打算講出嚟。我覺得我承認自己嘅問題其實冇咩好噶，審視自己先可以令到我自己變得更好。同呢個客戶交流嘅過程當中，我一直喺度輸出我個觀點，一直喺度強調一啲買房嘅價值，亦睇未來等等呢啲咁樣嘅觀念。佢睇中有幾個樓盤嘅戶型，我都否認開嚟。最後佢同我講：麗麗，你講呢個買幾得，嗰個又買可以，或者可能你講得冇錯，但係我問認可。佢講佢自己15年前就一個人從老家新保去到深圳打拼，而家已經係35歲咧，老婆仔女咧喺屋企，再過個2-3年咧，小朋友要讀書咧，一年咪見到幾多次，係因為一直都喺外地，亦買一個穩定嘅家。佢買輪房以後升唔升值，板塊有冇得發展，只係想將屋企人接埋一齊嚟住。佢講我總係強調房嘅價值，乜嘢價值？老婆仔女喺埋一齊先係真正嘅價值。佢亦唔在乎房以後正定係跌，佢最在乎咧就係翻到屋企裏能唔能夠食上老婆煮嘅飯，能唔能夠陪小朋友度過成個童年。我覺得佢講得好實在。佢講我自己只係一個普通嘅老百姓，亦唔指望個房能夠賺到乜嘢大錢。而家佢一職業平均咧就係個7-8千蚊工資，等到小朋友大啲啦，佢個老婆又可以上班，收入咧亦會較晒好多咧。佢講佢自己打聽咗下，而家買房咧冇講賺錢，蝕應該可能係更多，所以乾脆就冇再去諗呢啲房，只要能夠帶俾佢哋一家4口住得舒服一啲就得咧，亦唔好同佢講所謂嘅乜嘢嘅產業板塊啊等等呢啲嘢，唔需要考慮。因為我幫佢揀佢中意嘅，幫忙去睇睇有冇啲乜嘢坑能夠搞平啲就得咧。聽佢咁樣講一懷，我突然間其實唔係知道應該點樣講。好似我覺得，好似嗰啲咁樣嘅所謂嘅分析啊、專業啊，在佢個訴求面前顯得有啲可笑。送佢翻去之後，我自己又反思咗好耐，可能係因為呢幾年做地產形成咗一隻習慣，就係遇到好多人買房都係希望有一種保值啊或者升值嘅意識度裏，咁導致我嘅下意識咧就將房睇成咗一種投資嘅行為，忘記咗好多人買房個初衷其實只係希望有一個家。總係強調價值、強調專業，其實無形當中咧，可能就會變成一種其實客人唔需要嘅嘢。確實，我要好好咁反省下我自己，用更多嘅角度去睇待買房呢件事，唔能夠因為人哋去尊敬我，甚至有時候講麗麗老師真係當自己成老師啦。確實，我只係一個賣房嘅啫。以後買房真係更加要真誠一啲，多啲換位思考。更加腳踏實地，我真係好感謝呢位客戶對我嘅啟發。咁買房對於你哋嚟講最大嘅價值係乜嘢咧？係咪可以講講？